来，搁剩最后的3天就要来投票了。来看新竹市长的选战出现着变数。新竹市的副议长余邦彦，即国民党的前几天表态，挖过民众党迄边支持高虹安。余邦彦甲新竹市的议长柯秀瑞昨暝做伙去上网络节目。柯秀瑞嘛是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林景仁竞选总部的主委。这个副议长余邦彦有讲伊支持高虹安的原因，那议长柯秀瑞无明确来表态，敢若强调讲，伊是依照着党主席朱立伦的意思，爱团结，甲民进党甲演落台。那林景仁是来回应讲，议长是恨铁不成钢。里长的这个声势啊，非常的浩大。昨天和新竹市副议长余邦彦将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的造势场下表态支持。22号，甲议长柯秀瑞做伙接受 YouTube 的专访，余邦彦讲早就算着公开挺高虹安，会互拿赢基层谴责。我也知道，我去支持高虹安以后，会面对这些问题的。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下架民进党，所以如果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我背负什么骂名，我觉得都 OK 了。韩副议长这么直接的态度，相比议长柯秀瑞的态度较暧昧。我没有特定一定要支持谁，但是一定要支持下架民进党。现场无讲为伊支持，佮讲袂互民进党佮做啊，这个理念甲党主席相共。这句话讲出来，互人有真侪想象。这件事件主角林景仁真欠喜来回应。我认为许瑞他的想法应该是很远不成章。我会继续努力。针对最近新竹选战南北对立的状况，柯秀瑞认为这一切拢是对手的阴谋。那可能就会被柯建铭这边来利用，对，这是我最看不过去的。面对电影的批评，柯建铭前一天嘛伫记者会维持伊原本的态度。不要以为少数1、2个人可以操作撼动台湾民主价值，请大家相信新竹选民的水准和理智。这礼拜六就要投票，新竹市到底是三卡都，还是早就出现起波效应？看起来最后的结果，也是要交予选民自行判断。